特區政府剛剛舉辦咗首場中共20屆四中全會精神宣講會，侯建國院長同祝衛東副主任深入淺出、精闢詳細講解咗20屆四中全會精神，系統咁解讀咗15五規劃建議嘅重要性同埋必要性，包括如何準確把握15五時期國家事業發展所處嘅歷史方位、國家發展嘅環境面臨嘅深刻複雜變化。會上設有互動提問嘅環節，兩位宣講團成員就大家關心嘅問題，特別係15五規劃建議對支持香港發展作出嘅重要部署所帶嚟嘅重大發展機遇，同埋香港應該如何把握等等，作咗深入嘅交流。呢一次宣講會對我哋全面深入理解同埋領會20屆四中全會精神有十分大嘅幫助，與會者都獲益良多。喺呢度，我想同大家講下3點體會。第一，我哋必須深入理解同埋領會20屆四中全會精神，掌握國家未來發展方向同埋香港嘅機遇。第二，我哋必須守正創新，因地制宜、因時制宜，推進各方面嘅工作。尤其要鞏固提升香港嘅獨特競爭優勢，更好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。第三，我哋必須將20屆四中全會精神融會貫通喺日常嘅事務裏邊。聽日早上，特區政府將舉辦第2場宣講會，侯建國院長同埋祝衛東副主任會任主講。香港電台同埋政府網站將會全程直播，我呼籲市民踴躍收睇，去更加理解同埋認識20屆四中全會嘅重要精神。